岸天茶，来九岸天茶哦吼，来走进伦贝诏安客家文化馆，奉上一杯诏安甜茶，是诏安客家人迎接贵宾的传统习俗。早期从大陆流传下来，酸酸甜甜的八仙茶，到台湾就地取材，改用茶叶加糖做成甜茶。这个高了味，买去高嗨。体验用干稻草编织草绳，感受早期农村生活。数百年来，优秀的农耕技术让云林诏安客家族群对台湾粮食贡献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伦贝是传统的客家庄，也是传统的农村。我们这里的农具亚米八给都有哦。历代的农具见证在地客家先民的血汗和智慧。脚踩动的话，它这个会转动啊，就是这个稻土的话就是这样子打，在上面打。前面是牛拉着，后面就用人这扶着的话，把土拉松了以后，我们就要种东西用的。诏安妈妈发挥创意，用客家花布做出一件件精美作品。原乡带回的擂茶盆成为镇馆之宝。送给我们的那个乡亲，他已经70多岁了啦，所以就是说他爷爷的时候，这个他就已经存在了，所以这个年代已经是不可考，几百年有了。虽然是客家少数族群，伦贝诏安客家文化馆凝聚在地居民共同生活记忆，也让更多人可以认识诏安客家的文化面貌。上课喽！亚比马给都有哦，亚比马给都有哦，亚比马给都有哦。